看到新闻的。你有看到就对了。对，有。啊，会不会怕？当然会怕啊，怎么会不会怕？吓死了。对啊。对，尤其你在做吃的哈。而且我们还想说，而且我们亲朋好友刚刚都打电话说，恐怕我们要在家先休息一下，不能出门，先尽量不要往外走。对啊，我们自己都要自己，就是大家互相对，不要让我们万一不小心真的是不行这样。那现在知道他们有来过这边，你们会后续会有什么因应的措施？没有，可能该休息我们就会休息。可能这样子啊。对啊，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你自己有问题又传染给别人干嘛？对，就是一次拿1个月的。对。啊，有没有担心说昨天中央公布说桃园医院有医护染疫的？其实不会太担心就是如果控制得好的话，其实都还是要给他们加油打气吧。我觉得，哎呀，不用太过恐慌嘛。OK， 好，就是该拿的药还是要过来拿。当然，对啊，毕竟每个月都要。昨天部长在透露出是这个部桃之前，您就知道了吗？还是说之前不知道？桃园人应该都知道。你如果常来的话，其实他有些同业不是到一些画面，其实就算没有出现那4个字，一看就知道了。那家里人知道说你现在拿药特别有跟知道。那上车等下酒精喷一喷嘛，这样就好。做好消毒，防疫做好。对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下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